今次嚟米蘭呢，係我第一次自己一個人嚟嘅，亦都係第一次嚟意大利。個景色好特別。米蘭嘅景色呢，好多人都介紹過，但係喺我心目中呢，米蘭真係好靚嘅。但係最特別嘅，真係莫過於喺米蘭大教堂登上去個屋頂。哦，太美麗啦！我極力介紹俾大家咧，一定要上呢個米蘭大教堂嘅頂，個風景真係好特別，同埋佢啲哥德式嘅教堂建設咧，真係哇一見難忘啊！所以大家一定要登上呢個米蘭大教堂嘅屋頂。呢個咧，我初初以為郵局嚟嘅，點不知原來係 Starbucks 嚟嘅，一間好美麗嘅咖啡廳咯。初初嚟嗰陣時，好多人都話意大利咧好差啊，治安差，但我感覺又唔係喎，我覺得佢 OK 嘅喎。